党主席的一个候选人虽然还没有正式登记，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候选人，因为他已经正式宣布了。那今天这个跟我们党团的成员来看本人，那么他也告知我，他要正式要来参选这个党主席。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么多的年轻的我们的委员同学都来表达支持对他给予最大的祝福。那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党未来该怎么样来做各方面的一个经营运作，使党呢能够重新组织的机会。这是这个我们今天谈论的一个内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那个启存兄，请他来向大家简单做一个报告。好，谢谢院长我今天当然还有我们党团党籍的好几位委员包括我们新任的林维洲总召，还有万南书记长以及我们前任的书记长，还有总召还有我们几位新任的委员都一起来看院长。当然，一方面也谢谢院长在过去这段时间，尤其是第9届立委的期间，对党团的指导在一些重大议题法案在攻防上面，尤其我们担任党团干部的可以说在第9届的时候跟院长这边讨教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非常感谢院长。那院长在立法院44年的时间，坦白讲，几乎把他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奉献给台湾最高的民意殿堂立法院。当然，这当中也参与了台湾在民主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几次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想院长都亲身参与。这样子的经验对于我们未来在台湾民主的发展上面，我想除了经验的借鉴之外，他也会继续扮演给我们担任顾问的一个角色那尤其第10届的立法院的会期也即将开始，明天就是第10届的第1天那今天在这边虽然我们有第9届也有第10届的委员，但是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那个就是未来我们的工作的任务势必会有更多的挑战，尤其国民党所面对现在的内外环境，党内也好，还有外部的环境也好，立法院新会期的挑战也好，我们必须更努力也更团结那包括我自己本身接下来竞选党的主席，我想院长这边有很多的指导包括国民党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那势必会比过去更加的艰辛那尤其我们现在也是在野党所以可能在一些议题上面我们不见得能够掌握到执政党的一个优势，所以院长勉励我们要更加努力来不管是在党的部分还是在党团的部分，所以再一次感谢院长给我们的指导那也谢谢院长过去大半辈子是4年以上的时间奉献给中华民国的立法院在这边所有的党籍的委员今天都特别来感谢他，那也欢送他那同时呢，也希望院长能够继续给我们更多的指导跟指教，谢谢。各位好，要请教姜伟的，请教党团的也可以好 ，OK，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辛苦了，好，谢谢好，谢谢，好，院长，恭喜了，谢谢我们会。